90後千萬別來廣東。食飽，喂，阿本場喺邊啊？去不了，公司的新軟件趕着明天上線呢。唔係啩，咁掃興？唉，不是我說你啊，20幾歲人了，連個中層都沒當上，我們廣東人吃苦耐勞的精神在哪裏？講呢啲，喬三哥呢？去不了，回家帶小孩了。唔係啩，咁掃興？不是話說你啦，20幾歲的人連個女朋友都沒有，廣州準備2胎了。講呢啲喎，滾！去唔到啊，翻去溫書啊。唔係啩，悶唔悶啲啊？唉，唔係我話你啊，廣東本科生啊，成街都係啊，20幾歲人唔讀書幾時讀啊？我準備考博士啊。講呢啲喎，阿發去邊啊？去打機啊？唔係，我唔知邊個 outside。唔係啩，飲酒啊？唔係我話你啊，20幾歲啊，一日到黑打機喎，黑桃 K 都未飲過啊，走去網吧飲汽水，仲細咩？講呢啲。喂？成9點你仲唔返嚟啊？先20幾歲人學人夜歸，幾時得你大啊？散兵。